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新学期开始，有袂少的学校会送予新生开学礼。高雄有一间国中送予学生入学礼13宝，有树林、有起托啊、有白纸等等。结果引发着讨论，有网友来惊体，讲这是咧帮囡仔做道济秀，也则是办兴安的证物，阁有人笑体，莫非这是邪教的祝福礼？也毋过，嘛有人感觉讲学校是真用心，因为学校讲其实这13项的礼物拢是有意思的哦。像这个树林是咧提醒学生做人做事爱知影寻求，若起托啊是要甲别人的好处甲托出来，白纸是要甲学生讲人生毋通留白。白纸、树林。起托要加味豆米甲算算的总共13项，这物件是一间国中送予新生的入学礼。礼物一个被铺上网络，有网友讲这是高雄13宝，个人问讲这是道济，还是你办刑事案件的证物，敢是邪教的祝福礼？也毋过，某人认为讲学校真用心。感觉是要验尿吧，很特别的。以家长角度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杯子，他想勉励一些什么话。高雄有一间国中，因为新学期开始，为了迎接新生，送一个人一份开学礼。也毋过有网友公开这13项的入学礼，引起讨论。学校讲，各项物件其实拢有伊的意思。送文具容易啊，你买了之后，厂商就帮你包好了嘛，就你也其实不要花什么人力嘛。学生代表学生自己本身，它是个宝石，来送给学生。因为在不同的教育阶段，它有不同代表价值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送给学生。树林是提醒学生爱保持春秋，企图是要出别人的优点，白纸是人生唔通留白。加味道只要肯拍拼对苦，真敢来。学校讲入学礼看起来真简单，也毋过有真济道理。学生收到这个礼，笑笑的无要紧，也毋过嘛希望讲会当了解学校的用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